故事劇場，擁有怪異天賦嘅少年。小朗呢，從小就知道自己同其他人唔一樣，佢嘅天賦既唔係數學天才，又唔係運動高手，而係一種怪異嘅能力，就係當佢碰觸到人哋嘅影子嘅時候，就可以讀取對方當下嘅情緒啦。一開始小朗呢覺得呢一個嘅能力好有趣嘅，佢可以知道邊個喺度講大話，邊個偷偷地傷心，甚至呢去感應到人哋嘅害怕。有一次，佢掂到同學阿哲嘅影子，瞬間感受到一個強烈嘅不安同埋恐懼，彷彿好似有啲情緒圍繞住佢、困擾住佢一樣。於是小朗呢就小心翼翼咁問啦：阿哲，你 O 唔 OK 啊？跟住阿哲呢就笑下笑下，就話：梗係 OK 啦。但係呢，其實小朗知道呢一個係扮嘅，佢猶豫地一下，確定咧，佢唔會去講破呢件事，淨係咧默默咁樣陪住阿哲，令到佢感受到有人關心佢。幾日之後，阿哲咧終於肯開口啦，講咗佢屋企發生嘅事。小朗嗰陣時先知道自己嘅天賦咧，其實係一種理解人同埋幫助人哋嘅能力。漸漸地，小朗咧就學識咗用呢一個奇異嘅天賦去觀察、關心身邊嘅人。佢唔再覺得自己怪異，而係發現呢一個能力咧，令到佢可以變成咗一個能夠理解其他人、帶嚟溫暖嘅人。而呢個故事講俾我哋聽，每個人嘅特點同埋天賦都有佢嘅意義。即使一開頭覺得自己與眾不同，可能呢一個先係你最大嘅優勢啊！